婉儿，我的女儿，一杯自酿的斗酒必然摆在为娘的面前，我就要追随你那为国捐躯的父亲去了。倘若上天眷顾你还能活在这个世上，总有一天，这封信会解开你的身世之谜。不必再记起我这个沾了污秽的母亲，但要记住，你有一个值得你荣耀的父亲，也要懂得报答使你活下来的恩人。青哥，青哥。 听着，这些日子朝廷出了大事，你们都给我瞪大眼睛。倘若出了半点纰漏，绝不轻饶。是。谁？哦，是我，是我。宁嬷嬷。哎，索大人，可把老奴给吓坏了。这么晚了，嬷嬷去哪儿？去到坤宁宫。 给皇后主子送个信儿。什么信儿？老奴听太医院的张太医说，储秀宫的惠嫔娘娘有了。母以子贵，我是为咱主子担心呐。万一她要是生个小阿哥，这惠嫔娘娘原本就受皇上的宠，可咱主子打小人善敦厚，不知道争，不知道抢的，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？你说的有道理。该尽心的地方，嬷嬷要尽心，我不会亏待了你。哎，是，奴才。 是打小是看着皇后主子长大的，哪能不知道这个理儿啊？大人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。啊，去吧。哎。啊，等等，储秀宫里有你相熟的人吗？啊，有啊，那几个上房的丫头全是老奴调教出来的。好，你马上用他们的嘴给惠嫔透个信，告诉他的表兄纳兰性德受了重伤。 危在旦夕了。老奴明白。主子，什么事啊？主子，纳兰公子快不行了。你是听谁说的？宁嬷嬷说的。她说太医们讲，恐怕她熬不过这几天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主子，你先别着急，好不好？啊，快取我的披风来！哎，你去干什么呀？我要去看看他。不许去！主子，这哪使得呀？嫔妃私自出宫，那是犯杀头的大罪的。除非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恩准。主子，你先别着急啊。 别急，主子。主子，您就听老奴一句劝，这宫里的事儿容不下半点慈悲。老奴听说惠嫔的伯伯，那个叫什么纳兰明珠的，眼下也成了皇上的近臣。有了这个做靠山，他还不蹬鼻子上脸，骑在主子头上去啊？嬷嬷，别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。明儿个。 叫张太医进宫来。宣张太医，我也有些日子没来阅信了。真的？哎呦，有喜了！主子一定是有喜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老天爷有眼，不会让他先占了先。惠嫔娘娘说有要紧的事儿求见主子。这么晚了，你让他进来吧。是。 黄河姐姐，啊，慧儿妹妹，快起来吧，有话慢慢说。你这是怎么了？黄河姐姐，我听说我的表兄纳兰性德。 这事儿我知道，他是为了帮皇上受了箭伤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
皇上已经吩咐太医院全力诊治，想来不会有什么大事。可是我听说，他已然危在旦夕了。我想请姐姐恩典。恩典什么呀？我和表兄青梅竹马，我想请姐姐恩典，让我回去看看他。哦，这可是天大的事，宫里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真是让我为难了。本来我想去求皇上，可是皇上不在这宫里。主子，我替惠主子说句话。这件事儿您就帮帮他。惠儿只是去看看，我绝不耽搁。惠主子，按照宫里的规矩呢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您日后可别把我们主子牵扯进去。惠儿绝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我就顶了这个雷吧。宁嬷嬷，你拿上些补品送惠嫔娘娘出宫。哎，记住，可要快去快回。谢皇和姐姐。惠主子，就在前边了。您跟着厚厚，我到前面先安排安排。老夫人去歇着吧。云云们说公子的病没有大碍，只要卧床静养，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就这么昏睡着，我怎么能放得下心？老爷还没回来？没有。哎呀，什么差事，这么整夜整夜的没个完。去，叫人寻他，就说公子的病沉重了，让他马上回来。是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宁嬷嬷让小的禀报，惠嫔娘娘她放地上。随我出宫。惠主子，老奴已经打点好了，惠主子进去吧。交更了，索大人这是大局初定，哪敢掉以轻心呢？这宫里宫外都要照应。哎，良久公怎么没在这儿？皇上来了。皇上，这个时候，皇上，小公，在，青儿在闺房里，把整理玉辇背来，送到回宫。正。皇上，吓死奴才了！这时候皇上怎么能微服出宫呢？这是朕的天下，这还不能随意走走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一来奴才不放心房屋，二来听说纳兰公子伤得凶险，想去瞧瞧。廷柱在。纳兰的伤怎么样了？蒙皇上惦记，还是很沉重。朕去看看他。谢皇上隆恩。
裴娘娘，嬷嬷，娘娘，快到屋里坐。啊！娘娘，您是偷偷出宫的，快进去躲躲。 快醒醒，婉儿来了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纳兰公子，不要小心他。皇上，纳兰，好些了吗？ 谢皇上，不知宫里一切如愿。朕现在就盼着你快点好起来。现在是百废待举，还有很多大事，朕要等着你去办呢。夫人，宫里有人来过？皇上恩典，差来了几名御医。这他不是太医院的东西吧？ 大人说的不错，是惠嫔娘娘差人送过来的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额娘，这补品是……这纳拉慧儿还真的会选，都是些上好的补品。是娘娘亲自送来的吧？索大人，这话可担当不起。按说。 这儿是惠嫔娘娘的家，回家来看看自己受伤的表兄也是应该的。可是皇上不降旨，娘娘怎敢私自出宫回家来？听你这话，倒是朕的不是了。拙卿口无遮拦，请皇上宽恕。起来，起来。他这话说的也有道理。惠嫔和纳兰自小一起长大。 纳兰是为朕受的重伤，他就算是亲自来看，也是应该的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。有，奴才在。再过2个时辰，就是朕亲政后的第1次朝会，朕十分看重你。你要好自为之。 奴才命主为皇上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那就好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爷！我这心里头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现在慧儿还在容若的房里呢。啊，公子，歇了吧。 是你，表兄，我只是放心不下，偷偷过来看看。你如今已然是惠嫔娘娘了，千万不可因小失大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可是我不能不来啊！表兄的伤到底怎么样？医官救治的还算及时，没有大碍。真的没有大碍了吗？ 皇上，待你还好吗？这就好。这不是娘娘久留的地方，快回宫去吧。我在那座高墙里，日日为您宣心。表兄千万要珍重自己。娘娘，不要这样叫我。在表兄面前，我永远是那个手无相提的慧儿。
求娘娘回宫去吧。惠主子，公元1669年5月，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结束了四臣辅政的局面。爱新觉罗玄烨终于在亲政2年之后，真正掌握了朝权，掀开了大清历史上新的一页。然而树欲静，风不止，他面对的远不是简单的局面。启禀皇上，奴才与各位议政王爷共同拟定了一份处置鳌拜一党的奏折，请皇上定夺。朕今日刚刚主政，万事纷杂，还望各位臣工各尽其职。这些折子，朕要拿回去一一细看，改日再议吧。索图纳兰明珠，奴才在。朕用人不拘一格，从今日起，索图任领侍卫内大臣，纳兰明珠为文华殿大学士。奴才叩谢皇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好了，朕累了，今天的朝会就到这儿吧，退朝。恭请皇上圣安。鳌拜的事情似该趁热打铁，怎么皇上？朕就是要拖凉了他，朕破格提拔了你，今天再送你2个字：多思，不然朕随时会摘了你的顶戴。哦，是，奴才记下了。去吧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奴才是有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奴才得知惠嫔娘娘昨夜私自出宫去了明珠府。啊，宫中规矩至重，即便是惠主子，奴才也不敢不报。朕不相信惠嫔会坏了后宫的规矩。就算是她真的出了宫，也自有出宫的道理。朕最讨厌搬弄是非的小人。哦，奴才多事了，请皇上恕罪。索图，这次你是立了功的，日后好好跟明珠同殿为臣。你要是做得好，没有人会取代你，就好像皇后赫舍里，朕也不会让任何人取代了她。奴才明白，奴才感恩戴德，绝不负皇上的一片苦心。去吧。这。曹寅在。把约勒的折子给朕念一念。我说约勒，你给我好好解解，皇上受了朝贺之后，怎么就散了？这鳌拜的事儿，鳌拜如今像块烫山芋，皇上是扔也扔不下，吃也吃不得。这怎么讲啊？这出戏你还没看明白？鳌拜捧出了自己的命，皇上要了这条命，于心不忍；不要这条命，于理不通啊。那依你看？依我看，凭他的性情，加上那个清格儿，他不会不为鳌拜讲话。可是大清有大清的律法，到时候我要让这小东西知道知道，他远不是个能为所欲为的皇上。咱们各自去串通串通，但凡能说上话的，都让他们上折子。上什么折子？诛杀鳌拜的折子，让他想拖也拖不得。好主意，可我还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担心班布尔善这小子会把咱们给……我约勒
能让这条疯狗张了嘴，你就放心吧。罪臣鳌拜，还有甚之？自任辅臣以来，弃毁国典，滥杀大臣，交接朋党，扰乱朝纲，总计逆恶30款，款款取证确凿。以我大清律法，当将其家产即没，革职立斩，族人流配岭南，给披甲人为奴。好一个斩尽杀绝！奴才虽不待见这鳌拜，可这30款罪状也拼凑的实在勉强。皇上要怎么批啊？驳回重议。这恐怕使不得吧？怎么使不得？这是议政王大臣们联名所上。他们联名所上，朕就驳不得？不是驳不得，只是皇上刚刚亲政，就和他们针尖对了麦芒，总是不大妥当。就算这鳌拜只有对皇上大不敬这一条罪状，这死罪也是躲不了的。哎，要不是这青格尔小姐，这鳌拜杀也就杀了。闭嘴！来人，更衣。这，皇上要去哪儿啊？朕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曹寅，朕让膳房备了些补品，一会儿你给纳兰性德送去。这。皇上，前面是储秀宫，像是会主子在附近。紫云叩见皇上。恭迎皇上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贵妃，你身子越来越重，以后这里就没了。皇上呀，是怕伤了你肚子里面的小阿哥。好吃。朕到现在还没进膳呢。子云，哎，快去传膳。哎，来。皇上主政，竟然连进膳的时间也没有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朕是刚刚尝到当皇上的滋味。算了，这些烦心事不提了。来，让朕听听。这边，你现在是有身孕在身，行事要多加小心，啊！朕昨日听说皇后也怀了龙子，真没想到，一下子就有2个小阿哥，啊！茶来了。哎呀，小心！不碍事。这边，你是在找他吗？比表哥好多了。朕还差曹寅去给他送了些补品。从你的琴声里面，朕已经听出了你的心绪。放心吧，有朕在，你不用担心。等他上号以后，朕还会重用他。朕现在缺的就是他这种股肱之臣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前头递进了这些加急折子，说是请皇上速阅。怎么这么多？奴才也奇怪。皇上，这是逼着朕杀人，朕就是不杀。他们是要皇上杀谁呀？不行，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。
这群落井下石的家伙，伯伯不必生气。奴才看，这30条罪状并不算多，绝非我鳌拜一人得此下场。古往今来，哪一个权臣不是得势时众星捧月，失势时破鼓乱锤呀？朕要他们从义，使不得，皇上，奴才已经抱定必死之心。1条罪状和100条罪状没有什么两样。朕思忖再三，皇上，奴才这一生征战无数，九死一生，这条命早就活得够本了。如果用它来换取皇上龙驭群臣的威仪，那就是死得其所，死得其乐。不分忠奸，屈待贤臣，日后让天下人怎么看朕？朕绝不能这样做。奴才没有看错。日后皇上必定是我大清盛世的一代明君。到那个时候，皇上还给鳌拜一个清白也就是了。说高处不胜寒，玉座底下，百官俯首，万岁之声不绝于耳。其实这都是表象。皇上日后慢慢就会体会到政务的艰难。朕知道，朕不会个个都相信他们。正是他们掌控着大清的财物，也正是他们帮着皇上管理天下的黎民百姓。所以皇上最要紧的就是当政之后要用好驭臣之术，抑其动其谋，破其胆，拢其心。只有这样，皇上才能纵横捭阖，才能将满庭文武置于股掌之中。谢谢伯伯指点。皇上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这道折子就不要磨，也不必磨。事缓则圆。朕本想把伯伯这件事拖一拖，然后再想个两全的办法出来。但是没想到这群可恶的东西，居然一天之中上了30几条折子。皇上不必再拖了。鳌拜一日不死，朝廷就一日不得安宁。皇上最要紧的是应该预先想到降服他们的办法。伯伯说的对，这个乐乐的确是滑得像条泥鳅，他每走一步都给自己留下了退路。俗话说，打蛇打7寸。朕也在想，他这7寸到底是在哪儿？皇上这一问问得好，有一个人必定知道他的痛处。谁？朕这就去见他。这个人可不好斗，皇上要多加小心。皇上，伯伯想说什么？朕知道，伯伯还是在担心青格。不，有太皇太后和皇上在，奴才放心了。那伯伯是担心木里马？奴才实在是愧对我这一母同胞的兄弟。朕知道。木里马这样做全是为了伯伯，他绝没有背逆之心。朕也会想尽办法替他开罪。谢皇上。可是要想救他，绝非易事。奴才想恳请皇上一个恩典，一次最后的恩典。伯伯，请讲。奴才想要见木里马最后一面。杨九公，奴才在。今天晚上，把木里马从大牢接到这儿来。这。备车辇，随朕出宫。这。
也有话，我这个给里边送去，不准撒汤漏水。事情办利落了，明儿个有赏钱。大人，这可是王爷悄悄关照的，你可要记住王爷的这份恩典。自然，那是自然。班布尔山大人，过来。皇上，皇上，奴才冤枉，奴才实在是冤枉啊！皇上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皇上，你挟持福全，攻打京城，逼朕退位，你还冤枉？好，朕倒听你说说，你到底冤在哪里？皇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自索尼大人死后，鳌拜与其弟木里玛就生出了篡夺权位之心呐。他们调集了5万人马，还勾结了关外8位旗主王爷。可是皇上，你手中没有一兵一卒，哪能是他们的对手啊？眼看着爱新觉罗家的万代基业要沦于这群逆臣之手，奴才的心才流血啊！皇上，奴才想，唯有折个弯子才能力挽狂澜，所以一面去请出2阿哥，一面去说服木里玛。说服木里玛？是，我对他讲，有太皇太后的威仪，你们2兄弟绝难做天下，不如立2阿哥为帝，这样既可以救出鳌拜，又可以挟天子令诸侯等待时机。可其实奴才是想，2阿哥与皇上本是同胞兄弟，即便是2阿哥登了位，也会把皇位还给皇上。何况不论是2阿哥还是皇上，总还都是爱新觉罗家的龙子龙孙呐。你说的这些倒也不无道理，但是谁能给你这些说辞做个见证呢？朕倒是想了一个人可以给你做见证，安亲王乐乐，怎么样？安亲王多年闲居在家不理政务，他倒是知道我班布尔善的为人，可未必知道这件事情。不，他知道的很呐。吴中大案有几个必须杀的人，除去鳌拜，你班布尔善是位居榜首。这罪状你写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乐乐上的角色。这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啊，皇上！那你敢跟他理论吗？既不敢跟他理论，看来他并没有委屈了你。朕今天来本想听你说点实话，没想到已经跟朕斗起心眼，耍起滑头了。罢了，就让你家里人等着为你收尸吧。皇上，皇上！哎，好，皇上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奴才说了假话，欺瞒了皇上，请皇上恕罪呀！皇上，班布尔善大人，皇上隆恩浩大，你要是这么不知好歹，那就是自讨一死啊！是。皇上，这场阴谋，奴才只是个马前卒，真正的主使正是安亲王乐乐呀！说，安亲王位高权重，你说话要有证有据。有，自然是有。皇上，关外的8位旗主王爷就是应安亲王乐乐所约前来京城的。安亲王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亲笔信，叫他们一起逼皇上退位呀。信在哪里？当时奴才留了个心眼儿，把他亲笔起草的原稿留了下来。这原稿呢？在我府中的密室里。老爷在，你派人去帮班布尔善把信取了来。这，皇上挟持2阿哥，说服木里玛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乐乐的主意。皇上，奴才罪在不赦。可是奴才当了多年的内大臣，朝上朝下，宫里宫外，没有奴才不知道的事情。如今皇上刚刚主政，只要皇上肯留下奴才这条性命，奴才
愿变成皇上身边的一条狗，绝不再生二心呐！皇上，太皇太后请皇上去往慈宁宫。知道了。蓝婉善，朕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何去何从，是生是死，朕就凭你自己决断吧。请皇上放心，我班不尔善，誓死效忠皇上。你等等，朕有太多的话要对你讲。皇上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，不是这样，既想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又想求得良心的安宁。皇上不要太贪心了。朕的确后悔，后悔愧对了你和你的阿玛。这些话我不想听，能为皇上做的我都已经做了。是。朕会一辈子都记在心里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我有无数条理由恨那个伤害我的人，却找不到一条理由可以原谅他。青格尔，再没什么话好说，皇上珍重。皇上，老祖宗已经等候多时了。青格尔哥哥说他的心已经死了。皇上就由着他去吧。嬷嬷说什么？刚才，老祖宗给了他公主的名分，他推辞了。推辞了？他一心皈依佛门，老祖宗也实在没有办法，就把西院的一处房子给他，准他在那带法修行。哎，奴才给皇上请安。孙儿给皇阿奶请安。皇上去见了班布尔善。起来吧，你别冤枉了他。是我听说你出宫，随意猜到的。皇阿奶总是料事如神。曹寅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和皇上说说话。这。皇阿奶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还没歇着？人老了，觉也少了。您是在担心明天朝会的事？那鳌拜的事，皇上到底想怎么处置啊？拖可不是个办法。我这儿有不少份折子，现在宫里宫外都在看着呢。可鳌拜，他绝不能死啊！孙儿是下不了这个狠心。自然，孙儿也明白，不能让约勒他们钻了空子。皇上明白就好。约勒的背后是那些王爷们，现在还远不到和他们摊牌的时候。至于鳌拜，我还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。能留住他的性命当然最好，可是到了万不得已，也只好委屈了他。班布尔善都和你说了些什么？他供出了约勒。那皇上想怎么处置这个班布尔善呢？真是个可用之人，何况他也是我爱新觉罗家的子孙。皇上想留下他，不可，皇上绝不能重用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可是他，你听华乃说，作为皇上，怕的就是敬小人而远君子。自然，和小人在一起，皇上会觉得舒坦，因为他们善恶语会奉承。久而久之，皇上就会不分良友，不辨忠奸，就会慢慢疏远那些敢于谏言的耿耿忠诚。皇阿奶放心，孙儿不会一直重用他。孙儿只是觉得他对宫里宫外知之甚多，可为孙儿所用。君子坦荡荡，何况帝王？皇上要记住，
天子不但是天下百姓的神明，更是天下百姓的楷模。靠阴谋诡计，是打理不好江山的。皇阿奶的教训，孙儿记下。那皇上回去歇着吧，养足精神。日后皇上能不能龙驭群臣，这场风波能不能处置得当，明日朝会啊，可是一道沟坎。皇阿奶等着你的好信儿啊。嗯，皇阿奶也早点歇了吧。好。孙儿告退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在想什么呢？我看皇上历练的不错，老祖宗不必担心。可皇上毕竟还年轻，约了他们，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难道他们还敢使出什么手段吗？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我这一辈子啊，过去过得不安。可毕竟有多尔贡王爷，有索尼，有鳌拜。可现在除了玄烨，举目朝廷，没有一根可定海的神针了。老祖宗要亲自出面，先看看皇上能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过了这道关。如果最后局面实在无法收拾，我还有其他的预备。自然不到最后摊牌的时候，我绝不动摇。青哥儿吧，来，坐到我的身边来。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问我，我也在等着你。你一定想问我，你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还想问我，你的母亲为何舍你而去？你的母亲呐，是江南民眼中的魁首，美得像西子湖畔的芙蓉。她才华过人，她所写的诗词歌赋，至今还在读书人中传唱。我这一生杀人如麻，可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就像换了另一个人。你的母亲如果答应了我，我就会抛弃赫赫军功，抛弃荣华富贵，带着她一同去过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子。有人说，人这一辈子总有一次走火入魔，而我的这次走火入魔，不但不悔，而且还让人久久的不能释怀。他的离去是与我有关的，不光是因为你父亲的死，而是因为，不该强迫了他，这是我一生中的愧疚，所以我发誓，让你一生快乐。我要用你的快活作为对他的补偿，可是我没有做到。青哥，你责怪我吧，这是我让你受委屈了。不，虽然我的父亲一个是前朝的敌将，
一个是当今的罪臣，可是他们都是大英雄。满天下的女儿家，谁也比不上我亲哥儿有福气，更何况我还有那样一位母亲，一位值得让我骄傲的母亲。你真的是这样想的？母亲给我的遗嘱上一再的叮嘱我，要我记住，我有一个值得让我荣耀的父亲，还要我懂得报答使我活下来的恩人，那就是您。16年来您对我的教诲，让我此生难忘。可是，你的父亲母亲，阿玛，那不是您的错，您永远是我亲哥儿的好阿玛。青儿，找个好人家，找一个你爱的人，阿玛和你的爹娘在九泉之下也心安了。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男人比得上阿玛您，也没有一个男人比得上我的父亲。连那个纳兰公子，过去我心里的确爱着他，可是他的心里只有皇上。阿玛您放心，就算以后的日子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，只要我心存着对您的感激，心存着我这16年来得到的爱，一样可以活得无怨无悔，可以活得更踏实、更安逸。我的好女儿。大人，穆里马大人到。青儿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有些话我还和你叔叔讲。大人，稍等。哥，是小弟糊涂，给人以狗食，害了哥哥。是哥哥害了你。来，走。离关的那天起，不断的在想，不要因为我的荣辱而影响了家人。还是落得这样的结果。要怪，你就怪哥哥吧。来，咱们喝上几杯。真是人生如梦。转眼100年，阿玛和额娘的样子，我都记不得。那是自然。他们走的时候，你才3岁。哥哥如父如母，把我养育成人，我时时刻刻都想报答哥哥，却没想到做下这样的蠢事。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好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你家里面的后事，我已经托人为你料理了。谢哥哥。明天的朝会不必替我担心了。自从那天随哥哥进宫，
我的心就跟明镜一样。哥哥是在帮皇上，是在精忠报国。自从那天起，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有你这样的心意，哥哥就算没有白疼你。细想想，人生在世，谁都难逃一死，轰轰烈烈也罢，苟苟切切也罢。100年之后，终落得个一抛黄土，一骑帛官。既然如此，是人就要活出个人的模样来。可是我一家上下为着大清江山披肝沥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呐。天神有眼，善恶有报，公道自有再现的一天。时辰到了，来，让为兄再敬一杯。管我们谁先上路，黄泉路上各自珍重。今事匆匆，小弟谢哥哥呵护之恩，只盼来世我们再做弟兄。带鳌拜上殿。此人鳌拜叩拜皇上。此人穆里马叩拜皇上。此人赛德本叩拜皇上。此人阿斯巴叩拜皇上。皇上，鳌拜，朕已将给你议罪的折子录送给你了。你有什么话讲？鳌拜无话可讲，任凭皇上发落。这折子上拟定了你30条罪状，你也没有话讲吗？鳌拜为辅臣之首，处事多有不当，既然罪在不赦，也就无话可说。皇上，鳌拜已然服罪，可见我等所议不虚，请皇上立决。朕以为不然。鳌拜是朕亲自捉拿下狱的，朕认定的罪就是他对朕大不敬。虽说这大不敬就当问斩，但是朕念其效力太宗世祖有年，做了辅臣之后，也曾为朕分忧解难。况且他对大清国忠心耿耿，战功卓著，所以朕决定宽宥其罪。皇上，这恐怕不妥。怎么不妥？律法森严，功过不能相抵。罪臣鳌拜所犯的罪行，都没有赦免的道理。我大清能有今天，又不是他一人之功。这里站着哪位不曾为朝廷浴血？说的有道理啊，皇上。这样决断我大清的律法，还有什么威严？鳌拜，脱下你的袍子。
脱下来。记得朕6岁那年，先帝把他带到了朕的面前，看见了吗？看到这些伤痕了吗？先帝让他当着朕的面，一一历数了这些疤痕的来历。如果朕没记错的话，这一处应该是在锦州大战时为救太宗皇帝留下的。当时太宗皇帝危在旦夕，是鳌拜孤身独坦，飞马救驾，一把明军的钢刀就砍在了这里。当时他的鲜血染红了战马，可是他的刀却死死地护住了太宗皇帝。这一处是在平定江南扬州大战时留下的。当时我一支铁骑被困重围，领兵的王爷面临灭顶之灾，还是他鳌拜在敌营之中3进3出，不但救下了这位王爷，还扭转了战局。这位王爷是哪位？自己站出来。朕不勉强了，但是做人不能以冤报德，没有廉耻之心。皇上，是他救了奴才。好，荣王爷记得就好。还有这一处，这一处，处处都记下了我大清江山的来之不易，处处都记下了一个忠臣良将的拳拳之心。不错，在场的每一位臣工都曾为大清浴血，但是哪一位能跟他比？哪一位敢跟他比？有吗？有就站出来说一说。先帝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告诉朕要善待良臣，所以朕才认定鳌拜不可杀。皇上的用心，奴才明白。可是鳌拜身为辅臣之首，他对皇上的不敬，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绝不是一般的罪过。何况还有伙同七弟私调兵马进京逼宫的大罪，倘若不杀，贻害无穷。好，既然说到这私调兵马进京逼宫，那朕就先把这件事审个清楚。来人，在搬板上。皇上，罪人班布尔善叩拜皇上。班布尔善，你知罪吗？奴才知罪，但罪不至死啊，皇上。你挟持2阿哥进京逼宫，难道还不致死？奴才是受人指使的。这班布尔善凭着一张利嘴，早就和穆里马沟通一气，他所犯下的罪行，5马分尸都不过。皇上不必听他胡言乱语。岳乐，你才是个心怀异心的佞臣！我班布尔善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他所使。皇上，为我所使？当然是为你所使。是他让我挟持2阿哥福全，是他让我几次3番去挑唆鳌拜，是他让我以同床之谊去说服穆里马调兵来京，还是他？你无凭无据，血口喷人！哼！皇上，请看，这是安亲王岳乐写给关外8位旗主王爷们的密信，他要王爷们进京随他一起，逼皇上退位啊！皇上，岳乐，你没有想到，我当初就是怕你过河拆桥，所以才留下了你亲笔起草的底稿。班布尔善，你如此加害本王，我和你拼命！松开！班布尔善，安亲王是先帝最信任的兄弟，他对朕一向关爱有加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皇上，你可以闭嘴呀！皇上，住嘴！这个阴谋小人，朕怎么会听你的挑唆？
善，这一切都是这3寸不烂之舌惹的祸。朕今天就先替你除了去。皇上，皇上，太冤枉！皇上，太冤枉了！你呀，不可谓是不聪明，本来你也可以成为朕的好帮手，只可惜你把聪明用错了地方。带下去。娱乐，奴才在。你和这位王爷都是朕的亲戚，朕现在刚刚主政，百废待举。朕希望你们能像辅佐先帝一样，帮朕掌好江山。谢皇上对奴才如此信任，乐乐将永不负皇恩。这就好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明珠，奴才在。待朕拟旨。罪臣鳌拜，罪在不赦。但念其对我大清忠心耿耿，朕决定宽宥其罪，革去官职，另赐一所幽闭思过，其余眷属一概免受诸鳌拜，叩谢天恩。皇上圣明，奴才明珠万分赞同。皇上宽仁，如此处置鳌拜，令天下人信服。阿斯哈塞德本，你们引兵入京，罪在不赦。斩！穆里玛，发配宁古塔，给披甲人为奴。皇上，穆里玛私调兵马入京作乱，如不惩治，何以服天下？鳌拜可以宽宥，这穆里玛绝不可杀。是啊，该杀，不可不杀呀！报告，杀掉，不可不杀呀！皇上，可不杀如天呐！好，众位王爷说的有理，穆里瓦罪在不赦，斩。今日朝会至此，散了吧。慢，皇上，奴才要替众位王爷说句话。讲，福全虽为阿哥，但其率兵进京，意在谋反，按大清律必受凌迟。可为了我皇家的脸面，请皇上赐爱新觉罗福全白绫一条，令其自尽吧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让朕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吗？是二阿哥罪在不赦呀！各位王爷所言有误啊！私自调兵入京的是穆里玛，皇上已然杀了他。不然，私自调兵来京的是穆里玛，可率兵围攻京城的是二阿哥。既然杀了穆里玛，那就更没有理由饶恕二阿哥。皇上，大清律上明示，犯罪总有主从。二阿哥是被班布尔善之流挟持，才做错了事，事出有因，其情可恕。这话说的没有道理。一位是当今皇上的哥哥，一位是芝麻大的从二品奴才，这谁是主，谁是从啊？雨乐，你也让朕惩治二阿哥吗？朕要你讲。皇上素有宽仁之心，可是二阿哥的事，非比寻常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要说就说个明白。不知道皇上有没有听说过太祖皇帝和苏尔哈齐的事情？苏尔哈齐是太祖皇帝的同胞兄弟，他们二人浴血奋战几十年，打下了这份江山。可是到了晚年，苏尔哈齐心生异志，以致太祖皇帝不得不挥泪将其囚禁。江山社稷与手足亲情孰轻孰重，
请皇上三思。这么说，你也要朕杀了二阿哥？可是二阿哥并没有心生异志，没有心存异志，怎么会领兵包围京城？他毕竟为二为公，那是因为太皇太后拦住了他。他听了太皇太后的话，就是听了朕的话。朕知道他上了当，但是朕也许诺了他，只要他迷途知返，朕就绝不追究。现在朕不能出尔反尔，从现在开始，谁要是再逼朕，朕就绝不轻饶。皇上息怒，奴才等绝没有威逼皇上的意思，只不过二阿哥的事不能开了先例。如果率兵攻打京城都可以宽恕，那日后你不要再说了。朕就是不当这个皇上，绝不会杀了自己的亲哥哥。端敏，小妹给皇哥哥道喜了。道什么喜啊？我随长姑姑去了趟科尔沁，回来才知道皇哥哥主政了。呀，不对，应该叫皇上，不该叫皇哥哥。我还听说，皇上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端敏，你没听说的事还有很多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后你要记住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，朝廷的事少问少管，你要给他们做个榜样。哟。主了政就是不一样了。可是，皇哥哥怎么没有想的那么高兴呀？这皇上当得不开心？刚回来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朕过段时间去看你。嗯，去吧。哎，不对，皇哥哥，刚才我去看二哥，可他谁也不见。我问为什么，那些下人们一个个又吞吞吐吐的。二哥这是怎么了？不是刚跟你说少问少管吗？二哥的事是家事。皇阿奶说了，我们皇家没有家事。好，去吧，回去。格格，冒失鬼，你撞疼了我。奴才该死，该死！这些日子想我了吗？听说格格去了科尔沁，玩得高兴吗？少打岔。人家问你，到底想不想我？这不结了。哎，这段日子我听说宫里出了不少大事儿，给我讲讲。皇上主政了。这我知道。还有呢？青格尔的阿玛因为大不敬的罪名下了狱。那青格尔，老祖宗说她做了义女，如今住在西院，自个儿代发修行。哦，难怪了。哎，格格去哪儿？皇上，那些吃食奴才送去了。见着人了吗？远远的看了看，二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头发散着，人也瘦了，袍子拖拉着，八成是廷上的情形，他都知道了。奴才买通了一个安亲王府的管家，他说，今天散朝以后，康亲王和另外一批王爷又去那儿了。酒席上还说起二哥的事儿。说什么？他们说，如果老祖宗出面保父权，他们就召集所有住圣京的七主王爷们一起进京理论。皇上，这势头可不大好，要不要请老祖宗拿个主意啊？要是什么事都要劳动皇阿奶，那朕还算是个主了政的皇帝吗？格格，格格，你留步！闪开！我是来看自己二哥的。二哥说了，他谁也不见。格格若要闯进奴才，可担待不起啊！谁让你们担待了？我看你们两个谁也在拦我！格格，你张嘴！二哥，二哥，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坐。怎么这些日子没见，你成了这个样子呀？怎么弄的？往后
就没有人照顾你们了。好好活着。看，今天的太阳有多好。二哥说什么呢？哟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这是皇上赐的，刚刚送来的。二哥，你看。别！二哥，我都听说了，是不是因为青格儿？二哥，来，妹妹来得好，也许再过几天，哥哥就该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啊？去一块干干净净的地方。二哥，你快告诉我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黄哥哥。皇上，三弟，谢谢你这顿刺青酒。二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补补身子。人之将死，补之何益？死？二哥，你为什么要死？张敏，你先去吧，我跟二哥有话要说。我不，你告诉我，二哥为什么要死？是谁要杀他？你告诉我。不要问东问西的，曹岩，把他带到一边去。走。我不去。别说。今天朝会上的事你都听说了，你自己走到这一步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傻事。你说，如果不是青哥儿劝你，不是皇阿奶阻拦你，也许我就做了皇上。你后悔吗？如果你做了皇帝，你想过怎么处置你这个弟弟吗？想听真话？自然是真话。我只想做2件事，只要做完这2件事，皇位根本不在我心上。哪2件事？第一件，鳌拜是我大清国的功臣，我要放他出来，官复原位。第2件呢？取回青格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我自然是不会相信。你带兵进城，如果不想做皇帝，那就只有死罪一条。是。骑在马上的时候，我是有过当皇上的念想，可这念想也不是为了别的，也是为了青格。为了青格儿，朕也喜欢青格儿，但是难道青格儿比江山、比皇位更要紧吗？人各有志，对我而言是这样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如果你做了皇帝，你想过怎么处置你这个弟弟吗？没想过。可有一点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绝不会杀我的同胞兄弟。这你也不相信？信，我当然信。打小你就是我的好哥哥，所以这才让我特别为难。你的罪，让他们抓住了必死的把柄。皇阿奶难救你，我也难救你。二哥，帮我想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开罪？只要有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救下你。不必了，我知道当皇上的难处，何况你刚刚主政。再想想，自酿的苦酒，自己尝。临死前，让我见见皇阿奶吧。我对不起他老人家。皇哥哥，你不能杀了二哥，你不能杀他。谁说朕要杀他呀？皇上，是哥哥自己听说的，奴才没有多嘴。皇哥哥，你已然主了政，你的话没有人敢不听，你就搬到谕旨，告诉他们，谁要赶上杀二哥的折子，就先砍了他的头。朝廷的事你不懂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不要胡闹！好妹妹，去，好好安慰安慰二哥啊。
老祖宗，皇上来了。孙儿给皇上来请安。皇上坐。刚才端敏的丫头来了，还哭了好大一阵子呢。皇上聚精福全了。是。他想见见皇阿奶。现在还不是见他的时候。皇上啊，眼下这件事，是想让你的皇阿奶出面帮你吗？不。曹营探到一个信儿。他们说，如果皇阿奶出面保福全，他们就会召集住在盛京的所有旗主王爷们一起进京理论。这是我料到的。鳌拜的事，我都没有想到皇上能把他保下来。今儿个我还对苏沫儿说呢，皇上能保下鳌拜，留住月乐，割了半波尔善的舌头，这一步步棋啊，足见皇上历练得很有成色。皇阿奶夸奖我，孙儿只是保住了鳌拜的命。可是没能还他一个清白啊！皇上，请跟我来。皇阿奶，这儿是……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多尔衮的刀。在你心里，这多尔衮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罪人。罪人。孙儿知道，他是太宗爷爷的十四弟，是个谋权篡位的小人。他死后，皇阿玛才把他掘坟鞭尸，说他永世不得翻身。怎么？难道孙儿说的不对吗？可这些都是史官所记啊。史官。